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2月2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《撒母耳上卷》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《创世纪》第21章第1节到21节，《加拉太书》第4章21节到第5章第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自由，或者是讲基督徒的自由。基督徒的自由是上帝所赏赐的恩典。听讲以前美国还搁伫这个黑人奴隶的时代，这黑人的奴隶，因拢非常期待伫礼拜日、主日，就算是因当初是被要求必须爱伫家己的教会，袂当甲别人揽插，但是因感觉着伫这个上帝面头前，因是自由的，甚至因认为因甲因别人这主人是平等的。基督徒的自由无伫这个律法之下，是这个伫恩典之下。亲像咱讲过，耶稣基督的教是讲破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耶稣讲，罪人才需要救恩。因此，咱知影伊来是要为着超找失丧的人。失丧的人被超找了后，就无搁再受着困迫，是一个自由的人。圣经加拉太书第5章第1节也甲咱讲，为着要互咱得到自由，基督已经投放咱，所以恁着爱来举起恁的刑坎。毋通搁再互奴隶的这个担来甲恁控制。另外，伫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17节，保罗嘛是安尼来提到，讲这下所讲的主就是圣神，主的神伫倒位，倒一位就有自由。真侪人认为上帝对夏甲以及伊的囝以实玛利真无公平。这是因为因对这个应允的教导无介了解。上帝要所赏赐互亚伯拉罕的好的这个应允呢，其实是要对伊的太太撒拉所生的，毋是对其他的女子所生的。无论是夏甲，或者是伊的仆人以利以谢的老母，因为上帝甲亚伯拉罕安尼讲，罗卜以利以谢袂话是你的继承人，因为只有你亲生所生的囝才是你的继承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甲伊的太太撒拉所生的。但是亚伯拉罕甲伊的太太，家己认为会当对夏甲，为着亚伯拉罕生一个上帝所应允的后裔，但是因袂记得这毋是上帝的应允，毋是上帝的旨意。伫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，上帝明白来甲亚伯拉罕讲，以撒才是伊所应允的后裔。上帝安尼甲伊讲，毋通为着这个囝甲女婢夏甲的事来烦恼，照着撒拉甲你讲的去做，因为你要对以撒
得到我所应允的后代，这已经真清楚。咱看见这个，因为撒拉伊的嫉妒的心，将这个夏甲甲伊所生的囝以实玛利甲赶出去。当然，咱知这是一个悲剧。但是伫接线的圣经甲咱讲，上帝并无亏待夏甲，以及以实玛利。圣经安尼讲，直到迄个女仆的这个囝，我要甲互伊做的儿女，互因也成做一个国。因为伊嘛是你的囝，上帝伫亚伯拉罕创造夏甲以及以实玛利了后，因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上帝也出现伫因的眼前，保守因，并且安尼应允讲，圣经的记载，上帝听着囡仔哭的声。上帝天使就伫天顶夏甲讲：夏甲，你为什么烦恼呢？毋免惊。上帝已经听到囡仔的哭声，起来，将囡仔抱起来，安慰伊。我要互伊的后代成做大国。接续上帝开夏甲的目睭，互伊看见一口井。伊到伫古井边，就将皮囊内底满水，互囡仔啉。上帝甲囡仔同在，伊也渐渐长大。住伫巴兰的旷野，成做一个真熟练的拍蜡的人。但是伊的老母甲伊娶一个埃及的女子做某。因正做自由的人，因为上帝恩典以及应允。加拉太书第4章的后壁面，保罗提到着夏甲甲撒拉的事。伫保罗譬如夏甲是一个做奴隶的人，撒拉是一个自由的。其实这段是非常困难了解的一个教导。但是咱必须爱真确定知保罗的教导是一种譬喻式的教导。圣经嘛安尼记载讲，这通当做一种的譬喻。迄两个妇人人所代表两种的约，其中一个是夏甲的约，伊是对西奈山所生的拢是奴隶。夏甲所指的就是阿拉伯的西奈山，象征今仔日的耶路撒冷。伊甲伊的儿女生活伫这个奴隶的中间。但是迄一天，天顶耶路撒冷却是自由的，伊是咱的母亲。夏甲所生的是代表律法的奴隶。撒拉所生的代表应允的自由。伫这内底有两个重要的概念，就是领受着上帝应允，就成做上帝儿女，是自由的，是蒙恩得救的。然后，迄个无接受上帝应允的，就成做奴隶，无法度脱离做奴隶的境况。失去了成做上帝儿女自由之身。另外一个概念就是，信甲无信的人袂当做伙担一个担。保罗讲，但是圣经怎样讲呢？圣经讲，将女婢甲伊的囝赶出去，因为女婢的囝袂通甲自由的女子所生的囝同一个继承产业。所以，兄弟姊妹啊，咱并毋是女婢所生的儿女，
乃是自由的女子所生的。虽然保罗所讲的是这种譬喻式的教导，但是伫事实上呢，夏甲甲伊的囝以实玛利虽然有受到上帝的保守甲照顾，但是因到落尾还阁是选择离开上帝，离开上帝的应允。基督徒应该要把握机会，抓牢上帝的应允，来成做圣神内底自由的人。撒母耳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哈拿基督讲：我的心因为上主欢喜，我的头因为上主也悬悬，我的喙甲对着夸耀，因为你的拯救互我快乐。只有上主至圣，你以外无有别个。咱的上帝是唯一的保护者。人毋通自个讲骄傲的话，毋通自夸讲大话，因为上主是无所不知的上帝，人的行为受你的评鉴。勇士的经已经受压制，软弱的人也得到福气快乐。富足的人，互人请才有通食；枵餓的人无个枵。未生育的生7个，有真济囝会到落尾剩无半个。上主互人死，也互人活；互人落阴间，也互人起来。上主互人散赤，也互人好业；互人降价，也互人高升。伊对真爱的中间提拔困苦的人，对伫粪扫对高升欠缺的人，互因甲尊贵的人坐做伙，互因坐大位。大地的根基上主建立，伊将世界安置伫迄顶面，保守伊忠心子民的脚步，互歹人伫黑暗中消失。人袂当靠家己的快乐较赢，对着上主的人会受到拍碎。伊要对天用雷降阴，上主要审判全世界。伊要使快乐互伊的君王，互伊所竞选的头也悬悬。感谢主的救恩，互阮得到自由。对罪得到逃放，对困境中间得到救赎。求主也帮助阮成做自由的使者，互人得到利益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